睡前故事第6話：做人真係好難。夜色沉沉，霓虹燈微微閃爍，映照喺濕立立嘅街道上。阿明拖住疲倦嘅步伐喺城市嘅街頭上行走，耳邊係熙熙攘攘嘅人聲，每個人都步履匆匆，好似被生活驅趕住向前走。佢望見店鋪外面嘅玻璃窗，反射出自己嘅身影，隱約見到眉間嘅倦意，眼底嘅迷茫。佢嘅人生就好似一場無止境嘅長跑，每一日佢都努力迎合社會嘅期待，微笑應對客戶，對上司恭敬，對家人付出，對朋友維持關係。但到咗深夜獨自一人嘅時候，佢又喺度諗，呢一切到底值得咩？就喺呢個時候，佢注意到街角有一間燈光昏黃嘅小酒館，門口掛住一塊木牌，上面寫住人生問答。門口燈光搖曳，彷彿好似向佢招手。佢猶豫咗一陣，就推門入去。空氣裏彌漫住微苦嘅酒香，同埋淡淡嘅舊木氣息。酒館入邊昏暗溫暖，老闆係一位白髮蒼蒼嘅老人，正慢悠悠咁抹緊酒杯。牆上面掛滿咗開始變黃嘅舊相，每一張都係唔同年代嘅人坐喺呢一間酒館，手入邊都拎住酒杯，而眼神裏面都埋藏住故事。阿明坐喺吧台前面，輕輕咁嘆咗口氣，話：做人真係好難。老人微微一笑，將酒杯放喺佢面前，杯中嘅液體泛着琥珀色嘅光澤，然後講：你覺得做人最難嘅係咩？老人語氣平和，似乎已經聽過無數次呢句話。阿明低住頭望住酒杯，沉思咗一陣，終於開口啦。要應付工作、家庭、朋友，仲要照顧自己嘅情緒，好似永遠都唔夠好，永遠都做唔夠。老人輕輕搖晃住酒杯，目光溫和，微笑對住阿明話：其實人生就好似一杯酒，有人鍾意濃烈，有人鍾意清淡，有人慢慢品嚐，有人一口氣飲晒。最難嘅唔係你點樣迎合別人，而係知道自己鍾意飲啲咩。阿明好似恍然大悟，沉默咗好耐。咁多年嚟，佢一直追求社會嘅認可，別人嘅肯定，但係好似從來都冇問過自己真係想要啲乜嘢。佢突然之間有一種釋然嘅感覺，或者人生本來就係冇標準嘅答案，而係每個人都要自己去揾到適合自己嘅方式。佢微微一笑，舉起酒杯，望住老人話：老闆，幫我再斟多杯，我今次想慢慢飲。人生嘅難唔在於外界點樣要求我哋，而係在於我哋可唔可以揾到自己嘅節奏。希望呢個故事可以陪你度過呢個夜晚，讓你喺夢境之中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。晚安。